所以要是以后你遇到个自己喜欢的，你就再勇敢一点。你勇敢一点，你就能离幸福近一点。我们在一起吧！虽然有时候生活很重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投实话。虽然我力气不算太大，但是我愿意为你，为你拼尽全力，我愿意。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？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急促，需要叫救护车。别看我，先别看我，我的脸红就快要爆了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拉黑我？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。怎么办？感觉天又酸，偷偷爱你，快乐又孤单。怎么办？爱却不能讲。刚刚你在大厅还躲着我，是不是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说句话，你不要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什么都自己扛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？我那天跑去你办公室，当着你和所有医护人员的面表了个白，这不是你留言？大明啊，他请假回老家找他前女友去了。除了你不在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我知道你不会答应，你去找你前女友了吗？我现在做梦都想把那一刻的赵三元给拽回来，捂住他的嘴，打死也不让他讲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不明白，就因为你表了一个我不在场的班，你就要把我拉黑。赵三月，对方没有辩护权，为什么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？你能不能听我心里想法啊？所以我求求你，明明静静的躺在我的手机黑名单里，当我们从来都不认识，给我一点时间平复一下我这种想死的心情，修复我已经少得可怜的自尊心，可以吗？三月，你能不能先把我黑名单里放下？对吗？为什么？我不喜欢跟我喜欢的男生过。